1980年11月7日，台湾日籍棒球明星王贞治、王正治宣布退休，改做日本职棒同埋麒麟队助理教练。王贞治伫球员的生涯中，总共讲出868记全垒打，到即马无人赢伊。生涯得分1967分，嘛是日本职棒的纪录。退休后做14年日本软银鹰队总教练，伊坚持保有中华民国国籍。1993年11月7日，华航客机伫香港启德机场降落时，因为风太落大雨，造成跑道积水，无人机冲出跑道嘛冲落海，加在无发生爆炸。无人机顶面有296名乘客拢救起来，也过有23个人受到轻伤。2004年11月7日，由连前宋楚瑜提出的第11任总统选举当选无效的诉讼，高等法院判决国亲两党败诉，总统陈水扁甲副总统李秀莲确定连任。2004年3月，陈水扁甲李秀莲以差较无3万票惊险当选，两组候选人的得票率敢若差2/1000，所以讲国亲两党提出当选无效的诉讼，不过高等法院经过7个5月审理，伫11月7日判决连双败诉。